歹势啦，甲恁咧吵起来。哎，这客厅哪会遐乱七八糟啦？哎，你靠咧就好啊，我来整理就好啊，你坐啦。我来收啦。歹势哦，阮文啊吼习惯较歹啦。无啊，他没有在抽啊，那是我抽的。我也无甲你问啊，我早就知啦，就互伊面子尔。咱家己甲我讲啊。哎，恁厨房咧对啊？啊，谢谢。喂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你妈要来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哎，厨房都是我在用啊，我来洗就好了。好啦，你也讲啦，下仔尾电话爱接啦。有时间哦，妈会记靠我啦。这间哪看我规物件15间哦。哦，因两个住同间啦。你是安怎哈？薰你咧食，厨房你咧用，剩一间房间嘛你咧住哦。阮也是住便所的，住客厅哈。无啦，阿文就讲，讲啥？伊就讲，阮安尼。哎，啥啦？毋知咧变啥网呢？我一个月到有2000块贴厝税咧，看者拢袂用伊呢哦。来台北半冬啦，规个人拢无看电影，我的电话嘛拢无咧甲我接。做因老母哦，要见伊一面哦，实在有够困难。阿姨，阿文等一下就转来啊呢。因爸以前若有遮缘投，我嘛会无想要转去厝啦。好啦，阿姨去赶车。